过来消息来看，今年的5月初10，台中刑复法建案发生第二架来伫台中捷运的轨道造成死亡的事故。台中市政府嘛向刑复法求偿2亿6千万，验过双方伫今日协商是破局，即马市政府要提起仲裁的程序，上班6个月内就有结果。 台中捷运今年5月弄到刑复法建案落落来吊拐，造成1人死亡，14人受伤。台中市政府向刑复法建设讨赔2亿6千万，不过7月时举办2摆协商拢无共识，双方拍算要行仲裁定书。针对这件代志，民众看法拢无同，有的认为刑复法应该爱积极负责，某人认为台中捷运爱负部分的责任。刑复法在台湾这么大的一个建设公司，哎呀，你又不是说只有台中有盖豪宅。 哎呀，北南都有啊！哎呀，你赚这么多钱的时候出事不处理，我觉得有点不是那么应该啦。因为他是车子去撞那个柱子，柱子下来那个还有时间落差呢，对不对？这个死的话可以避免的。有时候假设说他这边的反应好的话，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了？ 市府要求赔偿2亿6千万，这包含受损等开动役打造的一个2节车厢，也有隔音墙机电系统相关的行政零事等等费用。市长罗秀元讲，依照市府的立场，就爱积极讨赔。不过对方所认为金额伤过关，所以协商这破局。站在政府的立场，我们必须积极求偿。那当然，对于造成事故一方，他可能对于这样的金额嫌高，他可能并不满意。 那这没办法，这个责任归属现在还不确定，还不是很明确，所以我们该负多少责任不会去推诿，但是我们也是上市公司，我们必须要遵守第三方的裁定的结果。刑复法公司强调，责任归属也有疑虑，所以交由第三方仲裁，绝对遵守仲裁结果，该负的责任一项拢袂下体。即马有计仲裁结果出炉，大约要等3到6个月时间。